中华园林火车头前有一栋因为9日一大地震荒废的大楼黄金帝国，今年3月，被县府列做危险建筑，但是有民众发现这栋大楼却也被县府列做防空避难设施，当地民众是感觉真罕过。离中华园林火车站差不多200公尺的黄金帝国大楼，较早是当地上闹热的商业大楼，附近嘛是主要的商圈。不过9日一大地震了后，评定是危楼，经过补强，民众也是对结构安全有疑虑。第四无商店敢入去卖，唔知渐渐远去。今年3月，佮予中华县政府列做危险建筑，只不过佮予人列做防空疏散避难地点，民众拢感觉真罕。很夸张啊！怎么可能让人家在围楼里面当防空避难所？到时候倒了，大家谁负责？大家其实已经公认它是围楼了，也没有就不会有人想进去。就算想进去，你看现在铁门也是关的啊，要怎么进去？已经是危楼，哪会搁列入防空避难地点？海管的中华县园林分局解释，警方还未接到黄金帝国大楼判定危楼的县政府公文，防空避难指示牌是去年就挂起的，甲县政府今年3月判定危楼有时间差，因为民众有疑虑，目前已经先把指示牌贴落来。有这样的一个疑虑的话，或是说大家会怕会有顾虑，那我们就已经先把它那个2个牌子，我们已经先拆除下来了。警方表示，防空避难设施是由建管机关认定，再个刷予警察机关建档。要解除建档，也需要会动县政府主管机关现地会勘。黄金帝国大楼已经判定内政能力不足，确定拆除中建。6月就会召开地主说明会，20年底就会动工拆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